小宝，我等你回房间睡觉去。不要碰我，我难受。我只想在这里躺一会儿。哎，鱼，以后就多一个人陪你们喽。是啊，老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老了还有我在。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我需要你在这里陪我。